1960年代，世界各国兴起学生运动的风潮。当时伫左营读高中的李玉成绩真好，各项选做高雄优秀青年代表，是学校的风云人物。这引起迄当阵国民党下面救国团的注意，想要吸收伊加入组织。李玉互安排加入救国团的初级团体自觉会，熟悉当时的主席政大学生柯石图。柯石图发现救国团掌控学校的真相，想要反抗所属学校施压退学。后来柯石图串联李玉等人，创立中国统一事业基金会，简称统中会，想要让学生运动脱离救国团的控制。却伫1969年，互调查局一网打尽。伫审问期间，李玉受到严刑，洪逼得承认调查局所编的剧本。蒋介石阁亲身解判伊无期徒刑，一直到蒋介石过身，伊才通减刑做15年，伫咧1984年出狱。了后，就定定到全国的各大学办地下演讲。2年了后，见时机成熟。李玉创办《南方》杂志，为日后的亚伯合学运奠定基础。什么是转型正义？伊认为，互这块土地唔通袂记伫咱过去的伤痛，而且要拍拼，互这个代志莫阁发生。若甲台湾的苦难放袂记的人，拢会当来甲谴责。若是思念，就伫公司大舞台。